两位呢，我们进行开球，来，借由大家声音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美，我是陈雨希小茉莉。我第一次 cosplay， 然后就 cosplay 女骑士，帅，超帅的啦！还好平常就有腹肌。阿该好，偷偷讲有偷画一下阴影，真的有偷画，说出来了，我说出来了。这是我第一次，然后我觉得很新鲜、很酷，而且用它然后再来跳韩舞，超难的哎，超难，这极度挑战，因为你知道我盔甲那么大，我这样被人这样跑步的时候，就砰砰砰砰，举手的时候我这快要飞起来了。对，不一定。carry 他了耶，你知道吗？他真的很强，不是人家电玩小公主哎，小心，所以我格斗小天王，对，他这格斗真的超强的。可是我算是就是很会找神队友来帮我的人，对，很棒。但是我也想要练那个弹啊，因为我比较没有用处嘛，就是我射击可能没有那么强，我不属于打射手类型的，我就要把辅助练好。对，把弹练好其实很重要，谢谢，不能没有你，是不是？对。稍微有一点嘛，平常都有在练舞。对，我觉得我从以前我觉得可能是大学生的美到可能像娱乐100%啊，在跳舞的过程当中学习或比赛。对，其实我们都是在节目有时候需要表演的时候才开始学的，就是不是一直都有在这个舞蹈上面。可是我们就很认真把每一次的表演做好。因为我是女骑士嘛，然后我会有那个很大的盔甲，跟它有一个这里有东西，所以我只要这样举起来的话，我就会把这样然后会打到脸。对，所以我就尽量的就技巧性不要举这么高，就到这里就好了。还有 solo 的部分，很棒，谢谢。对，但我的部分也差不多是披风比较高难度，因为它会飞会晃，然后我的手可能会打到，也会稍微有点勒这样子。而且然后它的背面很裸，它是全裸哎。我觉得技术性最高就是那个侧面，真好看。你没有看吗？那个我很想侧面转圈圈那个。对呀，而且你侧面这样，这个很漂亮。起重机这个真的是我超紧张的 part， 因为我才刚拿到重机驾照没有多久，然后我没有特别练习，但是我今天有特别早来，然后在那边试，因为每一台车的离合器都不一样，所以要去抓看它的离合器。那个刹车。对，所以熟悉一下之后，应该是还 OK 啦。很帅。有我故意转速，就嘣嘣嘣嘣，就希望大家看我。钥匙圈是他们实战的，对他们实战的球衣，然后把它剪，然后做成限量的那个钥匙圈。钥匙圈，对，是他们实战的球衣去做的哦。还有球员很有意义。还有我很想要那个篮球，限量的篮球，它篮球超好看，它是宝蓝色的那种，然后上面写天堂 M， 就我们刚刚开球的那一个。对，就是我们抛的那颗球，超好看的，我很想要哎。我觉得很棒，是外面的那个装置艺术，超级好看，而且它不是平面，它是立体的，超帅的，好看。对，人是可以站的，可以去拍照，超酷。无论面对任何危险，为了我们之间的约定，我依然在此守候。让我们迎接满满的胜利吧！引以为傲的名誉之路，即刻登录，体验更强大的骑士。